第二場聚會。今天早上第二場仍然都係見到，哇！咁嘅主見到真係你哋好有心，個個嚟到去真係好想聽福音。原來看見了有很多人，你們很想聽福音。今朝早上嘅第一場聚會裏邊，今天早上嘅第二場嘅聚會，同第二場聚會，我哋都係會講同一個題目。我們呢第一場跟第二場聚會是一樣嘅題目。我哋今日嘅題目就係、聽住咯。我們今天嘅題目是冇攔住自己嘅路。不要擋住自己嘅去路。哇！邊有人咁傻㗎？去攔住自己嘅路？怎麼有人會那麼傻的去擋住自己嘅路？喺人生嘅道路裏邊，在人生嘅道路上面，我哋好多時會怪呢樣怪嗰樣。我很多時候會怪這個。你阻住我行啊！你知唔知我係邊個？你知道我是誰嗎？你擋住我。但係往往嗰個嘅人生嘅唔順境，嗰個人生嘅問題嘅嗰個嘅重要關鍵人，其實就係你自己。但是往往呢，人生的不順境呢，就是擋住去路的人，就是你自己。就係你自己嚟阻住自己嗰個嘅前邊嘅道路。就是你自己擋住你自己的去路。具體講，具體來說，點解會自己阻住自己啊？為什麼我會自己擋住我自己呢？因為我哋裏邊有種叫做執着。因為在我們裡面有一個叫做執着。呢種嘅執着唔係一定係你見到一件嘅壞事係阻住你嘅。呢個執着啦，不一定是你看見一件壞事。有時呢種嘅執着，你係偏見，認為呢件係對你嘅好事，所以你拿住唔放，而令到一件更好嘅事唔能夠遇上。那個呢，就是你的偏見，覺得你這樣子呢件事情是好的，但是呢，它會擋住你更好的事情。我講故事俾大家聽。我想要故事給大家。有一位咧好好嘅醫生。一位很好的醫生。呢位嘅醫生咧，亦都係一個嘅醫療產品嘅公司裏邊嘅執行長嚟嘅。這位醫生呢，是一個醫療產品嘅一個執行長。呢位醫生啊，當然係一個好醫生，梗係好好地嘅照顧病人啦。佢好在乎咧每一個嘅病人嘅需要。他呢，就是一個好醫生，他很在乎了每一個病人嘅需要。一個嘅好花時間、好細心嘅去照顧佢哋。一個又一個花時間去照顧他們。記住，但係由於佢係一間公司、間醫療產品嘅呢個嘅執行長嚟嘅。但是他是這位醫療產品嘅執行長。由於佢嗰種嘅執着就係執着咩咧？要照顧到每一個都要靠佢嘅，佢唔可以將呢個嘅照顧病人嘅任務咧，去交託俾另一個嘅醫生去處理。所以咧，由佢自己個個都要親力親為。他就是很執着了，自己要親力親為了，不給任何其他的醫生去照顧他們。好事嚟嘅喎。這個是好事。好醫生對有需要嘅病人有咩個唔好啊？好的醫生對一些有需要。但係呢位醫生佢呢種嘅執着，令到佢嗰個醫療產品嗰件更好嘅產品咧，冇辦法推廣去市場。但是這位醫生呢，就是因為他的執着了，讓一些更好的產品不能夠發行。唔能夠去對更多有需要嘅病人去得到幫助，即係佢做到有限嘅嘢嚟攔阻咗一個更多被祝福到嘅情況。他只是對着那些病人，但是不能夠了把那個產品呢發揮出更好的果效，幫助更多的人。你聽下，呢個醫生原來成為咗自己嗰個嘅障礙物喎。那個醫生呢，成為他自己的障礙物。甚至嗰件產品係佢發明喎，嗰個醫療產品。甚至那個醫療產品是他自己發明的。有冇諗過，我哋人生原來有好多位我哋自己嘅執着都睇唔到咧？我們有沒有發覺呢？我們人生呢有很多嘅執着點，我們沒有發覺。所以呢種嘅執着就係講緊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太過自我中心。就是說了，我們太自我中心。咩叫自我中心？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自我中心是一件好事。係保護自己嘅一種天然，我哋自己嘅性格嚟嘅，要保護自己，要有一個適當嘅自我中心。是一個保護我們自己的一個天然的保護我們自己的。但係呢種嘅自我中心太強嘅話咧，你就唔願意聽人去分析啦。但係我們自我中心太強了，我們就不願意了聽別人的分析。甚至咧，你係成日咧翻去轉頭就認為，我認為成日有個字嘅，我自己認為個計劃係咁，我自己認為個諗法係咁，我自己認為個態度應該係咁，我自己認為個人生觀係咁。就為了我自己認為，就是我自己認為我的人生觀要是怎麼樣，或者是怎麼樣。呢種就係其中一種嘅所謂嘅執着啊，各位。這個叫做執着。呢種嘅執着囤積得太犀利咧，會成為你人生有個更美好嘅前景嘅。這個呢就會囤積了，讓你不能夠看見更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我哋裏邊呢種嘅執着，呢種嘅自我中心，慢慢成為一種嘅偶像。慢慢成為一個偶像。嗱，各位都知㗎啦，唔知你後生仔女嗰陣時候有冇追過啲偶像咧？不知道你們在做年輕嘅時候有沒有追過？邊個嘅戲曲粵劇嘅名人？那個粵
粵劇的名伶，邊個嘅歌手哪一個歌手，或者邊個嘅明星或者哪個啊，你追捧呢啲成為你嘅偶像嘅時候咧，你係好想去聽佢講嘅嘢，佢嘅道理，模仿佢嘅。你去追捧這些人的時候呢，你很想去模仿他們。但係今日，但是今天我話俾你聽，我告訴你，我哋人人都將自己成為咗自己嘅偶像。我們把我們自己成為我們人生的偶像。我哋乜都會堅持到個地步咧，好似睇唔到啲正確嘅嘢，甚至覺得唔啱。其實呢個難咗我哋祝福嘅，難咗我哋人生嘅。但是這個執着呢，就是攔阻我們的人生。我舉個例子，我舉個例子，喺上個星期在上個星期有一件好偉大嘅場面，我見到喺社區會堂派米嘅時候。在社區會堂裡面，我看見一個很雄偉的場面。你見唔見到咧派米咧？嘉明咧呢度冇張凳，我唔敢踩呢凳，我驚佢斷啦。叫嘉明突然間咧企咗喺張凳上面喺度指住停啊停啊，唔好再咁啦咁啊！就是要嘉明呢站在那個椅子上邊呢，然後叫停。發生咩事咧？發生什麼事呢？嗰奇景大家都有份去堆砌而成嘅。那個奇景呢，就是大家有社區會堂啊，上個禮拜派米啊，幾百人派米嗰度啊。就是上個星期在。我哋明明舊時派過咧係齊齊整整一個一個嚟噶嘛，係咪？我們明明呢就是曾經呢做過真的很整齊的。但係上個禮拜我見到個奇觀喎，突然間咧3條隊黐埋一嚿喎，3隊人有嗰幾十人，好似有啲 AA 超能膠咁咧，大家咧好親密咁咧黐埋喎。就是分了3條隊，然後呢3條隊呢互不相讓。各不相讓喎。所以嗰剎那派唔到，我就加明要停止派米，希望大家排翻整整嘅一條。所以呢，我那時候呢就暫停了派米。但係似乎嗰剎那大家都唔想聽。似乎呢之後呢，我錯過咗一個好美好嘅時光啊！我應該落嚟訪問下你哋啊！我應該即刻咧攞個手機訪問下唔知你一刻裏面點解咁親密黐埋一齊，唔肯即係邊個先邊個後咧？我應該去訪問一下你。唔識笑喎，唔知我講咩係嘛？即係話咧，我見到嗰個場面咧，其實你知唔知會發生咩事咧？我看見那個場面呢，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喺我哋唯美事工咧，其實嘉明啊，或者我哋咧都用多時間同呢個城市啊周邊嘅周圍人睇下有冇呢個講呢個社區嘅需要，就得到佢哋嘅聽住咯，得到佢哋嘅信任。我們呢就會呢去找一些人呢，就是看一下他們對這個事。得到佢哋嘅贊助。就是希望能夠。例如好似派米咁。上個禮拜就有佢哋嘅派米嘉賓就嚟啦，捐贈者就嚟啦。就好像上個星期一樣，那個派米的捐贈者就來。你睇下，你看一下，佢信嘉明，信你唯美事工講幾多都冇用，你哋嘅表現已經做咗出嚟啦。我相信你們唯美事工，我相信你們嘉明。我唔係去指責，我唔係想話你哋啊。我不是想指責你們。我哋好錫你哋。我們很疼你們。我用呢個字，我好錫我哋成個團隊，我哋一齊，你哋都係我哋呢度嘅一份子嚟㗎，我哋好錫你。你們也是我們這裡嘅一份子。但係嗰刻裏邊俾人誤解，你點解各不相讓？嗰3隊人黐埋一齊，嗰成幾分鐘都各不相讓，搞到嗰個贊助嗰個人咧，你估佢哋下次仲會唔會贊助，仲會唔會嚟嘅？你們差的那個捐贈者呢？他們看見你們這樣，他們還我唔在乎有冇米可以繼續，佢哋可以捐贈俾你哋。我在乎他們是不是有。但係我在乎你哋個心靈裏邊，點解啱啱上個禮拜我哋都聽完，我哋建立一個和諧社區，我哋會有一個健康嘅家庭、健康嘅人生。聽到少少，你有冇去把握聽到，而肯放低自己執着？喺嗰剎那，起碼都做到一個齊整嘅隊形啦，係咪？我只是在乎了你們心靈裡面呢，為什麼那麼執着？所以我哋人生就好似咁樣啦，就好似我講派米事件，就係話原來你睇落去冇嘢啊，我其實好覺得咧，我企張凳上面望落嚟咧，我覺得哇，呢個影翻幅相喎，呢個歷史性嘅咁樣，我希望唔好再發生。你們覺得沒事，但是在我的心裡面呢，卻覺得。但係呢種嘅執着係會造成咧一個大嘅其他嘅影響。呢個執着呢，就會造成一個大嘅影響。放下你嘅執着人生。仲恐怖一件事咧，就係我哋嘅自我中心成為我哋嘅偶像，我哋成為自己偶像啦。我們就成為我們自我的偶像。最恐怖一件事。最恐怖的一件事。就係執着加埋無知啊！就係執着加上。如果你又執着，你對嗰件事情對嗰個嘅觀念又係無知嘅話，那個事情嘅觀念是無知呢？你知唔知會點啊？係一件好恐怖嘅人生。是一件很恐怖。不斷重複咁做錯嗰件事，你又覺得啱喎？不斷重複做錯了那件事，但是親愛朋友，我講一個古仔俾大家聽。從前咧有個獵人咧，佢好中意去打獵嘅。最近有個獵人很
很重要。打獵你估一定要去打獵，要打野豬啊，打鹿嘅咩？要打佢今次想打獵馬騮仔他想呢抓爆那些猴子，啊！希望佢唔係食猴子佬啦嚇，係。希望他不是吃。但係咧，佢好有興趣想去捉嗰啲馬騮仔。但他有興趣去抓那些小猴子。但係捉馬騮仔原來好容易嘅啫喎，原來抓一些小猴子是很容易，不費吹灰之力。不需要花勁。原來咧呢個嘅獵人咧，佢用一個椰子去轉一個窿，原來那個獵人呢用一個葉子呢去把它。佢將裏邊嘅椰子咧嗰啲嘅嘢倒出嚟，再將馬騮仔中意食嘅嘢咧塞晒落椰子裏邊。原來呢，他把葉子裡面的肉呢倒出來，然後呢把小猴子喜歡吃的東西放進去。跟住咧，隻馬騮仔經過咧，就知道隻椰子裏邊咧有佢中意嘅食物喺裏邊。接着呢，那個葉子呢，小猴子就會看見。你知唔知點啊？隻馬騮仔就當然咧會伸隻手落去個椰子裏邊去攞嗰啲食物啦。他會伸手進去拿東西。聽住，大家好似今朝早上咁啊！聽到啲聲音，聽到一個人行，大家個注意力呢啲小朋友好敏感啊！即刻唔使嘅，佢哋有佢哋嘅響，有佢哋嘅行。聽住，因為我盡快，我希望講到你明白嘅嘢。嗱，嗰個馬騮仔塞落個椰子嘅時候咧，佢塞到落去嘅喎，好輕易到塞到落去，但係佢攞唔翻到啲手上嚟啊！知唔知點解？那小猴子呢，很輕易把手放進去，它吃了，它不能夠。椰子裏邊冇機關嘅，淨係食物嘅啫。椰子裡面沒有機關，就是。椰子裏邊冇萬能膠嘅，淨係食物嘅啫。沒有萬能膠。知唔知點解啊？點解隻馬騮仔會伸咗佢好容易伸咗落去個窿窿裏邊，但係佢伸唔到出嚟嘅咧？跟住獵人咧就可以走埋去捉到佢啦，因為獵人就可以抓到他。邊個知道？誰知道？因為嗰個窿好細。個窿係好細啊，但係佢好輕易伸到落去喎，但係攞唔到出嚟喎。但係好經常係入得到，出得就出得咧。攞食物咪出得嚟咯。攞揸住。叻女，紫色衫呢位冇獎品，但係你叻女，多謝你。冇錯，你差唔多啦，就係呢位講啦。佢聽住啦，佢伸隻手入去，但係你攞住啲食物要用拳，要揦住噶嘛，揦住形成咗一個拳頭啊。嗰個窿咧，嗱睇住喎，佢咁樣入去，個窿咪入到咯。但係揦住之後咧，要攞食物嘅時候，佢唔可以鬆手噶嘛。佢落嚟嘅時候，個拳頭已經大咗啦，咪塞住個窿咯。個窿咪唔夠個拳頭大噶嘛，所以咧佢出唔到嚟。想講咩咧？嗰個獵人就行過嚟啦，隻馬騮仔唔願意放手啊，因為佢已經得到食物啦。佢嗰種嘅呢個嘅馬騮仔嘅執着，造成佢更損失咗佢自己嘅自由，損失咗佢嘅生命。親愛係。小猴子的執着呢，讓他失去了他的生命。親愛朋友，親愛的朋友，我哋其實呢個比喻講翻我哋自己。說回我們自己。我哋人生有好多嘅好似隻馬騮仔，其實我邊有佢咁蠢啊？我們人生好多時候好像那個。係我就唔會咁蠢啊！一放手咪走得咯。我就不會好像他那麼笨啊。唔係啊。不是的。我哋好多人嘅生命咧有種種嘅小執着。我們人生很多生命裡面有。我哋嘅自我中心。我們的自我中心。不甘心情願聽別人講。不甘心情願聽別人。我哋好多時，我哋個執着執到一個地步咧，明知件事都甚至係錯嘅，我哋都唔肯放手。我們明知道事情是錯的，但是我們不願意放手。所以往往會損失咗更好嘅事。所以往往我就好似隻馬騮仔一樣。就像那個小猴子一樣。你話佢蠢？你說他。其實你唔知你而家喺度，大家你諗下你嘅生命經咗幾多嘢，太過執着，唔願意放手嘅，係咪影響咗你好寶貴更多嘢啊？想象一下，你們是不是因為執着失去了很多？我哋今日睇下一節嘅經文。喺聖經裏邊嘅耶穌講嘅。路加福音第16章13節。路加福音第16章第13節。好，我請兩個人，我請一個人得啦，係 Larry 請你出嚟。Larry 請你中間。你站在中間。呢個主人唔好突然間走咗去啊，係。好啦，我讀一節經文先。呢度話咧，佢話冇一個僕人咧能夠去服侍兩個主人嘅。嗱，咁啊 Larry 咧就暫時做住 Kelly Fair 先啊。佢就係一個嘅僕人，佢行前少少啊。他是一個僕人。佢就係一個僕人啦。他就是一個僕人。呢段聖經話，耶穌話冇一個嘅僕人要服侍兩個主人嘅。沒有一個僕人要服侍兩個主人。佢話若不是。若不是。若不是，我用廣東話試下。我用廣東話。若不是即係話一係。要麼。一係。要麼。一係咧，你就去厭惡嗰個，中意嗰個。要麼你
厭惡那個，喜歡那個。一係咧你就效法呢個，就忽視呢個。要麼你就效法這個。即係話那個一個人佢只有服侍一個主，一個人只有服侍一個主。佢唔可以佢三心兩意去做兩個，你做兩個主人嘅僕人嘅。不能就做兩個主人。你嘅人生，你的人生。你而家揾咗邊個主人話？你找到哪個主人？好多人都係話我揾我自己，我聽我自己講嘅啫，我唔會聽人講嘅。很多人說了我。原來你就做咗自己偶像。原來你做了自己的偶像。你就做咗自己嘅主人。你做了自己的主人。你嗰種嘅你覺得你係主人，但係你係咪所有嘢都係啱咧？你是否每一樣事情也對呢？嗰種嘅執着就好似上個禮拜攞米派米嘅事件一樣。上個星期的派米嘅。我係都唔讓啊！我人生係中意要贏啊！我就是不讓。哎呀，我覺得我遲一個，我覺得我會好醜怪，我要贏你，我唔係為咗包米啫，我要贏。我遲一個呢，我就是不是為了那包米，我就是要贏。派米小事。派米是小事。喺你家庭，喺你個人嘅生活裏頭遇到每個人生嘅人事物，會唔會有時都係因為少少嘅自己嘅執着而搞成一個大大嘅禍呢？會唔會因為執着弄成一個大禍呢？親愛朋友，對自己要好好看待，對自己要好好，對別人都要好好看待。但係又由於啲咁少嘅心思嘅問題呢，揦住唔放，就好似馬騮遇到嗰個獵人都唔肯放手，就會最後損失都係你自己。最後呢，你執着了，損失的就是你自己。所以你嘅心中嗰偶像，如果你個自我中心咁強，你就成為咗自己嘅主人啦。你心中嘅偶像那麼強呢，你就成為你自己嘅主人。但係原來仲有個選擇嘅。但是原來還有一個選擇。仲有另一個人生主人。還有另外一個人生。呢個人生主人就係上帝。這個人生主人就係呢個人生主人就係愛你，就係愛你嗰個耶穌。呢個就是愛你的那個耶穌。所以，親愛朋友，親愛的朋友，呢個偶像我哋要識得放低自己。這個偶像我們還要懂。因為有時我哋自己咧認為自己嘅嘢咧，我哋尤其是長者啊，你好有豐富嘅經驗。尤其是長者，你們還有人生的。你有好多人生見過，認為你啱嘅嘢。你們很多人生。但係記住啊，你唔肯放低嘅時候，你有啲嘢咧，原來咧係睇錯咗嘅話咧。原來有些事情你看錯的話。佢慢慢你慢慢沉溺落去咧，成為一種嘅癮癖啊！你慢慢沉溺下去了。嗰種嘅損害咧係一生嘅。你成為自己嘅神啊！你成為了自己嘅神。你囤積咗嗱，我成日講嘅物質嘅囤積可以放低。執着一啲物質嘅嘢咧，都有機會可以改。但係有啲人你執着一啲嘅你嘅慾望、你嘅偏見成為執念、成為執着咧，大鑊啦！呢個嘅問題可能咧係好難解決嘅。如果你執着自己嘅偏見呢，或者是自己嘅思想呢，你就很難。例如你嘅偏見，比如說你嘅偏見妒忌感啦，唔饒恕啦，你對某人某事某樣嘢都話你自己啱嘅，肯定人哋講個道理講件事，你就講自己嘅感情，你擺錯咗你嘅感情落去，連件事都做唔好，大家一拍兩散。有冇啊？諗過原因啊？就係你好執着。有沒有想過原因呢？就是因為你很執着。就係你個主，你就係成為自己嘅主人。你就會成為你自己。你就係成為你自己，你成為一個偶像，你成為自己嘅奴隸。你成為了自己嘅奴隸。呢個奴隸唔可靠㗎。這個奴隸是不可靠。一個僕人。一個僕人。有兩個主人。有兩個主人。只係跟一個。只要跟一個。我哋生命裏邊原來有一個嘅生命主人。我們生命裡面有一個生命嘅主人。佢會將我哋嗰個嘅蒙蔽嘅嗰個面紗咧，嗰個眼罩咧，可以除開，睇到哇，原來我哋嘅風景有更好嘅。他可以把我們的面紗啦挪開。頭先記唔記得我開始講過醫生啊？佢醫人係好㗎。他醫人是好的。佢需要咁做嘅。但係佢過於佢睇唔到嘅，係淨係停喺一點嘅執着咧，佢睇唔到佢醫療嗰個新產品係祝福到更多嘅人。但是他只停留在一點嘅時候，他看不見一些更大。放低。放低，除咗我哋自己要某個程度去嘅要處理嘅時候咧，我哋有個主人嘅就係上帝。我們要有自己的主人，就是上帝。每個人，我再講每一個人。其實每個人咧，你知唔知咧都有佢嘅質素嘅。每個人也是有他的質素。每個人咧都有佢人生嘅脈絡嘅。有他人生的脈絡。只要佢揾到佢人生嘅脈絡，就係佢特質啊。佢找到個節拍。拼埋一齊，卜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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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你有你上帝做你咧，你個設計咧係有你嘅人生脈絡㗎。上帝造你的時候是有你的。試下聽下呢個主人講，曾經聽跟住就將你自己放低，把你自己你會揾到你嘅節拍同呢個脈絡咧係合奏㗎。你會發覺呢，這是很合奏的。我琴日咧過馬路，昨天過馬路，我第一次過馬路咧咁留心聽下紅綠燈嘅。我第一次呢，那麼留心。哇！原來紅燈咧佢分咗兩下㗎，噥噥噥噥噥噥。原來紅燈呢是會抖抖抖抖。原來綠燈之後行得咧，佢就係噥噥噥噥噥噥噥。原來綠燈呢就是抖抖抖抖。就嚟唔行得咧就得得得得得得。黃燈的時候。我想講咩咧？想說什麼呢？你安靜咗落嚟，原來你人生咧，你原來留心到聽到好多嘢嘅，將你個雜音啊，你個側面嘅雜音放低。把你執着的雜念呢，去放。你會聽到聖靈，聽到上帝會講俾你聽，原來係應該行，唔應該行，應該停低，唔應該停低，係有一啲嘅節拍，你係可以聽到㗎。你會聽到上帝說了，你該怎麼樣放下？應該行，唔應該做，應該做，唔應該做，嗰個咧就係原來係你嘅人生嚟。那個應不應該做呢？其實就是你自己嘅人生。所以你揾到原來你嘅呢個上帝俾你嘅脈絡，你找回上帝給你，跟住你同佢合拍，然後跟他去合拍，你就有一個嘅愉悅嘅人生啦。你就會有一個愉悅嘅人生。所以我喺度再講多個故仔，唔該晒 Larry。我在這裡呢，再講一個故事。呢個故事就係講到我哋從前有兩個和尚。從前呢有兩個和尚。兩個和尚去上路嘅時候，兩個和尚呢在上路行到一條嘅河，一條大河裏邊。走到一條河流。哇！條河冇橋嘅喎。呢個河流沒有。啊，又滑滑地，好容易跣到嘅喎。很容易滑到。突然間佢見到咧旁邊咧有個女士喺度。忽然間看見旁邊有一位女士。其中咧呢位嘅和尚咧，佢就抱起呢個嘅女士，話我可唔可以幫你啊？嗰個女士又好啊，過唔到河啊，佢就抱起個女士咧過咗條河一齊。其中呢，那個和尚呢就抱住那個女人呢就走過路。當呢兩個抱低過咗河之後咧，呢位抱呢個女人嘅即係孭住呢個女人嘅和尚咧，就放低個女人咧，就兩個和尚繼續上路啦。過了這個河之後呢，那個和尚呢就放下那個女人繼續行下嘅時候，走着。其中頭先抱住孭住個女人過河嗰個和尚咧，就望到另一個咧就悶悶不樂，就問佢：喂，你做乜嘢啊？有啲乜事啊？那個呢抱着女人的那個和尚呢，就看見他旁邊那個和尚，就問他：你為什麼呢悶悶不樂呢？呢個悶悶不樂嘅和尚就話俾佢聽：那悶悶不樂的和尚告訴他：我哋身為出家人，我們身為出家人，男女授受不親。男女授受不親。點解頭先你要咁做？為什麼你剛才要這樣做？跟住咧，呢個被指責頭先背住個女人嗰和尚咧，就講俾佢聽。被指責呢，那個和尚告訴他：你仲諗緊啊？你還在想啊？我一早已經放低咗啦。我一早已放下。個女人頭先已經放低咗。那個女人我剛才已經放下。你仲諗緊一件咁嘅事？你還想這件事嗎？我哋人生就好似有原來咧嗰個嘅執着。我們人生好像那個執着。佢唔係一個實際嚟嘅。佢唔係一個物質嚟嘅。佢係一個心念嚟嘅。原來我哋有時咧有啲嘢過咗去啦。但係你拿得好緊。嗰啲都唔係一回咩事。人生要學下放下。你嘅妒忌，你嘅比較，你嘅不饒恕，你成為你自己主人。你拿住唔放，損害係你自己。身心靈。靈性唔暢通，情緒唔好，影響你身體，身體影響翻情緒，更加唔想講咩靈性。人係身心靈、靈魂、身體組合而成嘅一個嘅生命嚟。人是身心靈組合而成的。親愛的朋友，我爸爸離開咗呢個世界。我爸爸離開咗。但係喺10幾年前咧，佢臨喺呢個世界嘅時候咧。我同佢最後階段佢患咗慢性疾病。他最後階段了患上了慢性疾病。我同佢有啲好好嘅相處時間。我跟他有一些很好。但係每次相處，佢最尾嘅人生，佢都成日去忍泣，喊得好犀利。但是呢，在他最後呢，他經常。佢點解會喊得咁犀利咧？為什麼他會哭得那麼厲害？原來喺過去細個咧10零20歲咧有段歷史嘅。原來在他年輕嘅時候有一段歷史。因為我爸爸咧係一個即係我嘅上兩代係一個好富足嘅家庭，因為在我上兩代是一個很富足嘅家庭。但係因為喺一個
大時代，一個嘅動盪嘅時代咧，成個家庭都破碎，因為這是一個動盪嘅時代了，整個家庭破碎了，家破人亡，家破人亡，冇晒所有嘅家產。只有所有嘅家產。我爸爸逃離香港，我爸爸逃離到香港，嚟到香港已經佢繼續奮鬥，繼續努力。他繼續奮鬥，繼續努力。我好尊敬佢，我很尊敬。我好欽佩佢嗰種嘅努力咧，佢種嘅自我學習咧有好多嘅成功。他有很多嘅成功，我很。但係到年紀老啦，但年紀大，佢仲會諗翻10幾20歲嗰陣時喺鄉下嗰陣時嘅嗰啲嘅種種情況。他還想念着年輕嘅時候那個種種嘅情況。當佢人生去到最後階段，佢仲好似有一種嘅唔饒恕，仲有一種嘅痛苦，好似彷彿好似昨天發生嘅一樣。但好像裡面還有一個不饒恕，好像還有昨天。呢種嘅人生執着，原來係隱形嘅敵人嚟㗎。我同爸爸講，嗰啲舊時傷害你嘅人都唔知去咗邊啦。以前傷害你嘅人不知道去了哪。同埋個環境亦都你同我都見到改變咗啦。你跟我也看見已經改變了。但喺佢裏邊好痛苦，彷彿好似啱啱發生嘅一樣。彷彿好像剛剛發生的一樣。我當然我作為個仔，我要絕對同理心，我認同佢嗰種嘅痛苦。當時我絕對是同。我都要同佢一齊喊。我也跟他一起。但係我亦都話俾佢知，放手啦，放手啦，親愛朋友，你今日你笑隻馬騮，擺個手落去攞唔翻上嚟，為咗嗰啖食物，你咪喺第二度有得攞咯。點解係都唔肯放手，個拳頭阻住伸出去，最後俾個獵人捉咗嗰個自由咧？你今天像那個小猴子這樣的事情，你會笑個醫生？你咁偉大啲科技咁好嘅發明，點解係要執着嗰幾個病人？你會做啲更好嘅事，咪仲好？你會覺得好嘥時間。你會覺得他很浪費時間。但係喺我哋終係人生，每個都有少少嘅執着，難咗我哋。當時每一個人有小小嘅執着。我哋個主人原來個歸根究底就係我哋嗰個自我中心成為偶像，我哋自己成為自己嘅偶像，去追捧我哋，保護得我哋太緊要啦。所以就好似上個星期連派米咁簡單嘅事情，大家都會好似黐住唔放，各不相讓，搞到派米要截停一樣。我們的自我中心太強了，但是呢，導致我們像信息量好像派別一樣。你人生，你的人生，你可唔可以放下？你能不能放下？你可唔可以好似嗰個嘅頭先嗰個嘅雖然我用和尚去講嗰兩個人啦，一個太執着嘅原則性，但係一個嘅佢可以有靈活嘅空間，話放低就放低啦。我係幫咗個女人，嗰條河係應該嘅，但係你執着喺嗰啲嘅模式，執着喺嗰啲嘅固執嘅裏邊。仲有咩意義呢？時間已經過咗去啦。時間已經過去了，但是你還是值得在那個原則的裡面，會不會靈活呢？所以請大家今日最後要知道一樣嘢。你選擇另一個主人啦。你選擇另外一個主人呢？將你自己嗰個緊嗰個嘅，將自己成為偶像嗰個嘅牢牢捆綁住你嗰個嘅思想去放下。把你牢牢困住你嘅思想去放下。選擇耶穌。選擇耶穌。耶穌原來佢就係生命、真理同埋道路。耶穌原來就是真理、生命、道路。嗰個嘅你自己嘅經歷，成為一種思想捆綁住你，好似我爸爸一樣。嗰個嘅 keep 住你嘅人生啊，知唔知啊？沉淪落去㗎會。你今天造成了沉淪你自己。但係今日有個方法去解脫。但今天有方法去解脫。選擇。唔好做執着嘅奴隸。將你個焦點同埋時間唔好花喺啲冇益處嘅事情裏邊。把你嘅時間不要放在一個無益處嘅事情上面。年紀大唔代表你唔可以選擇㗎。聽唔聽得明我講咩啊？我過咗紅綠燈50幾年㗎啦。我過了紅綠燈。但係我琴日先去享受過紅綠燈嗰種嘅聲音。那我昨天才去享受那個聲音。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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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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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哇！原來咁多唔同嘅意思喺度嘅。重新將自己嘅心靈放喺一個可以俾你平安安息嘅之處。放在一個能夠讓你們安息之處。放低嗰種唔應該執着嘅聲音。放下一些不應該執着嘅聲音。睇下上帝嘅愛你。去看一下上帝多麼的愛你。你有永恆嘅盼望。有永恆的盼望。耶穌話佢嚟。耶穌說他來。佢要使你在今生來世嘅永恆裏邊都得到一個嘅福樂。他使你在今世還有永生。選擇在我哋嘅手上。在我們的手上。上帝係好自由嘅一位上帝。上帝是一位很。但係佢亦都唔會姑且我哋衰落去，佢特登嚟刻意做一個解決問題。他刻意來呢，是為我們解決問題。揾你嘅人生節拍。找你嘅人生節拍。呢個節拍喺上帝嘅手中。呢個節拍就是在上帝。唔係，應該揾你嘅人生脈絡。你呢個脈絡咧係上帝設計咗俾你。這脈絡是上帝
帝設計給你，加上你嘅節拍，加上你的你就會有節拍愉悅嘅人生。你就會有愉悅的人生。最後最後第一樣嘢，一件事，記住面對事實，你係有執着嘅，要面對人生，唔好唔認錯，要悔改，要回轉，要認錯。面對一個事實就是，我成日都見到啲人咧做啲嘢，乜都話我係咁，我啱啊！大家無論你幾年紀乜嘢都好，你幾細個都好，你幾大都好，我發覺好多事都係個偏見嚟嘅啫。我相見的很多事情也是偏見，家人之間、家人之間、同事之間、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同學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跟民族與民族之間，民族跟民族我哋要有一個更高嘅維度，我要有更高的維度，天國文化。天國的文化。聖經上帝講嗰樣嘢係令到我哋可以好輕易放得低嘅，但你所說的這件事情，讓我們包容放下、包容、與人和好，與人和好、做和平之子。做和平之子。哇！原來你咁開心㗎！原來是那麼開心。琴日收到一個任務，我昨天收到一個任務，有個任務係我係唔識嘅人嚟㗎，那任務是我，但係話可唔可以幫幫手？他說能不能幫忙？喂，掂喎！我而家得喎，我現在可以我即刻標出去。我唔係話我偉大啊，我不是說，但係原來咧，你做完一件事，你嗰日都唔識，但係你做一件事，差唔多可以做到即係幫到佢嘅。那個你不認識的人呢，但是你能夠幫助佢緊急需要嚟嘅。他是哇！你即係完咗咧，落雨揼下都好開心嘅。我唔知我講咩啊？即係你個天點都係靚嘅，你唔會覺得哎呀又灰灰暗暗啊，又落雨揼濕我啊，個天都唔愛我啦，唔會咁嘅。你會個人係原來你嘅心境好，環境係唔會導致你有任何唔開心嘅。你心情好了，環境不會導致你任何唔開心。去重新唔好做受害者，去重新不要做你的受害者。重新開機，重新開機，重新聽下你人生嘅嗰個脈搏，重新聽一下加上你嘅節拍，你就會有美好嘅每一天。第一件事，今日講啦，唔好執着，唔好將自己成為自己偶像，選擇另一個啱嘅主人，人生最啱嘅主人，莫過於創天造地嗰位上帝。藉着耶穌，你進入呢個豐盛生命裏面，我哋一齊低頭祈禱。